即马现代人看手机看电脑、看电视，目睭较会疲劳，无爽快。医生也要提醒讲，若阵感觉目睭打疲劳，要赶紧去互医生看，避免情形恶化，成做大眼睛。若准备治疗，就较食力咯。这台北营总就表示，根据统计，台湾可能有10%人口有这大眼睛，尤其是学生囡仔、家庭手族群较接出现这目睭打疲劳的情形。也若年岁较大，65岁以上的这个族群呢，3个内面就一个有大眼睛。干眼的困扰部分就是红、肿、痒、痛，然后眼内的异物感。59岁的林女士打扫症已经买20年，因为打扫症这款自体免疫疾病会破坏伊的泪腺，影响分泌，所以林女士有严重的大眼睛。往过伊敢若食西药治疗，但是效果无好，而且医师讲治疗打扫症的主要药物加零，副作用可能致使青霉。半年前，病院甲伊加入汉药，兼顾治疗。林女士的状况好真济。那经过针灸还有中药的滋阴润燥这些步骤以后，等于说那个发炎的次数也会减少。然后痒的次数也都会减少。那我们的经验是说，患者他不管是茶膏还是这个针刺他在结束这个临床试验以后啊，他大概可以再持续2个月的时间的效力，但是会随着时间比较久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，眼睛开始要干，本来要一天点1次的东西，可能要点到2次到3次。加入汉药佮兼顾的疗程，林女士的西药减食真济，上重要的是大眼睛状况变好。台北营总讲，根据统计，台湾有10%左右的人口有无共程度的大眼睛，甚至65岁以上有1/3的人有这款症头。医师建议，目睭若感觉无爽快，就通先互医生看，先调养身体。因为等到你变干眼，真的要来治疗的时候，你要花更多的心力、更多的时间。那我们中医的建议就是说，我们会根据你的体质来调理。医师讲，现代人看手机电脑、电视，尤其是学生家庭手族群，因为因荧幕目睭打疲劳的状况会较明显。医师建议，若有这款状况，就赶紧接受治疗调理，避免恶化。记者讲王兴忠台北报道。